關閉打印機。關閉之後，第一時間按實呢一個，並按實開關掣，佢就會一張張紙印出嚟。你睇到啦，佢會印出一張紙，之後再按出紙掣，就係呢一個，佢就會進入呢個選擇模式。你要揀第4點，按4下。按完之後，再按實多一下，佢就再出一張紙，同之前步驟一樣。揀2，按2下，之後再按實。當見到出紙，然後放手，等一段時間，直至見到出二維碼。之後唔需要安裝任何程式，只要手機可以掃二維碼功能就得。當掃碼之後，手機就會連接本身打印機 WiFi。按連接，打印機會出另外一張有二維碼紙，然後再用手機掃，手機便會進入打印機應用程式。之後按 WiFi， 輸入打印機後面機身編號，然之後選擇將相打印機連接邊部 WiFi。以平板為例，只要喺手機輸入平板提供 WiFi 熱點，按 OK， 然後輸入 WiFi 密碼，打印機又會出一張印二維碼紙。二維碼下面有 IP 地址，只要開瀏覽器輸入 IP 地址，就會去到呢個頁面。喺之後將 IP 輸入想用有打印機功能系統就得。